兄弟大家平安。今日甲咱三角来分享讲，你我咱三角来做领袖。无论是咱家庭，还是公司，还是教会，还是外口的一般的社团，还是一个国家，领袖有要紧啊无？领袖牵涉到即个公司也好、家庭也好、团体也好，伊头前要安怎去决定一个方向，决定一个目标。即个领袖伊会影响即个团体存在的命运甲结果。迄个领袖是一个真要紧、真要紧的角色。不过，什么人是领袖？亲爱的朋友兄弟，每一个人你拢是领袖。你伫家庭内面是一个决定的角色、决定性的角色。你无论你参加伫什么团体，你可能你一个意见甲你一个声会影响一个团体。所以，迄个领袖，伫遮毋是干那讲伫咧教会的领袖，也咧嘛伫咧讲到咱团体，嘛咧讲到咱的家庭。讲到任何一个人三角组织的所在，领袖非常重要。它牵涉到这个团体品质、方向、四到外形势，拢伫这个领袖相关。伫咱的圣经内面伫咧讲一项，讲若无影响，百姓就放纵。什么是影响 ？Vision， 影响迄是一个面对一个团体、一群人未来迄个愿景，咱咧讲的迄个愿景，迄个牵涉到这群人伊的目标、伊的方向、伊的价值，迄个到底咱要对倒位去？讲若无影响，若无目标，这群人都毋知影要行对倒位去。若确实无迄个目标，逐个人的目标若无相像，安尼就咱台湾人咧讲的转头，伊有意见。若确实迄个目标无明，逐个人的目标心内咧想的目标若无相像，那安尼拢是人的声伫咧争看，到底我是要听啥人？啥人的声咱要听？什么人的脚步咱要跟？我想咧牵涉到伫遮，所以任何一个团体，若要稳定，就干那一个声。特别是信仰的团体，就干那伫上帝的名内面伫咧印刷。要同意啊无？呀，伫信仰的团体，拢无人的声。特别来到伫即个遮，对即边我对即抓倒转来受咱邀请伫遮，对第一个主日到遮。拢伫咧讲，咱伫咧实践上帝的真理、上帝的旨意、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，然后逐个人拢伫遮尊主最大，然后来遵行伊的旨意。到即句拢伫遮，然后再佫接续，讲领袖伫遮是遮尔要紧，领袖对毋对？领袖的决策对毋对？牵涉到即个团体的走向，甚至迄个效果若无好势。是所有伫即内面的人，拢爱去承担迄个所有的结果。好的领袖，伊会当互无共款的声，通过协调，逐个人怎慢慢扣，扣到真好势。那领袖若无好势，定定拢是真完整的体，三好海的体，因为一个领袖，就规个线了去。所以，到底咱是一个团体，因为你伫遐。逐个人会当倒扣互我，也是因为你伫遐一个团体怎开去？我想即个你我咱拢是领袖，你我咱拢互相伫咧影响。那愿圣神点伫咱，真侪时阵我毋知咱是爱差异也无爱差异。差异伫即个团体内面是好啊歹？差异伫翁仔某的中间是好啊歹 ？OK。咱神望讲，一加一大于一，
安尼迄个就有意思。甚至若会当真和睦、真和谐，会当扣较真好诶时，有当时啊1+1会当大于2。有一摆我行对迄个新南院诶教授对遐过，然后我听到一个社会系教授，已经真老啊，伊到尾啊，伊退休诶时得到国家真大诶荣誉。伊伫咧上课诶时，甲遐个学生讲：将来恁若结婚哦，将来恁若结婚。啊，若会当娶到一个对象，伊的存在比你家己的存在搁较功能搁较大，安尼迄个婚姻就有价值啦。啊，我迄个时少年20外岁，我行对遐过讲，即个教授他会要求遐尼低，讲将来结婚的时，若去找到一个一个人入来伫你的生活。然后伊的存在会价值比你单独一个人较好，安尼迄个婚姻就有价值啦。我迄个时我感觉讲，即个教授会避免迄个要求先，淡薄事啊。但是我即摆有年纪了，我看到真侪家庭、真侪婚姻，我才发觉讲有影呢。即个老教授伊讲的真正有影，因为真侪人。伊家己存在，伊也阁真轻松，伊会当照伊的本性，照伊的才调，伊会当做真侪代志。有当时婚姻落去了后，毋是男的咧管女的，女的咧念男的，啊，就两个煞全拢介手，啊，互相盘骹，啊，就一切就全拢无法度失落伊原来的伊，啊，那迄个都足无彩。所以伫咱的中间，咱咧讲彼此相听，其实伫咱的信仰的团体内面，拢伫咧对头到尾，拢伫咧讲听。其实听就是咧弥补你的不足，互相，我咧弥补你的不足，然后我咧欣赏你的比我较水的所在，你嘛咧弥补我的不足。翁仔某夫妇是咧互相做后壁两粒目睭，因为咱后壁无目睭啊，所以另外迄个就是咧扮演一个角色，斗看、斗收、斗提醒。我想若安尼，迄个婚姻，迄个差异就变做真大的祝福。那确实无伫即个彼此相听的实践的内面，有当时啊差异变做是一个真大的艰难困苦甲伤害。OK， 遮咧讲到集体，咱捌定定听到即个故事啦吼。海翁，这个叫有我简单摕几个图。这海翁是一个鲸鱼啊，迄是一个群体的生物。因拢缀一个领航鲸伫咧行。即摆问题是安怎？咱有当时会听到讲，哇，才有一寡海翁靠岸，啊，全死伫海平，是安怎？领航鲸出代志。领航鲸有当时啊，伊突然出啥物代志，还是讲有当时啊，你都迄个会当变做遐尼大的大家族，斗阵伫咧游，斗阵咧出来。比如讲，这后迄几百只去靠岸。后迄77只靠岸，迄变做一个真大的家族的一个集合体。啊，几若10年来，拢伫咧缀一只领航鲸，拢无代志，一切拢无代志。啥事有一摆，当时拄啊，即个领航鲸伊闹中风，迄个鱼仔会中风啊袂？狗会中风啊袂？只要有生命的存在，拢会有出代，身躯拢会出代志。所以领航鲸若开始中风，领航鲸若开始拄啊游到遐，拄啊一个海湾，伊无说伊偏航，所有群体的人都对伊去。等候海水伫咧退潮的时，后壁遐有可能也有机会走出去。头前遮伫领航鲸边啊，遮就拢靠岸伫遐就死去了，因为来不及，因为体积伤大。一个咱会看见讲错误的领导，伊带来是集体要命的结局。OK， 所以咱伫咧看到讲，啊，遮也阁有这是鸟啊，当我也阁伫遮咧牧会时，有一摆听到讲，伫咱温哥华到西雅图这个中间，有几千只的，几若百只的迄个雉。全拢落去伫迄个一个水泥地的内面，啊，拢死伫遐，啊，头一句酒拢吹去，
迄个嘴巴、酒拢喙齿啊，毋知是安怎，突然一群的意识咧飞啊，煮这怎规个拢落去。鸟啊嘛有伊的领导者，对毋对？鸟啊原来有伊的领导群。鸟啊先惊就是讲，后来伫咧查有可能就是讲，可能拍雷，可能人咧放炮，突然出现。啊，头前伫咧飞遐，迄个起紧张起来了，迄个方向掠了毋对。啊，头前的群安怎飞，后壁就戆戆啊，对伊安尼飞，啊，就怎直弄。啊，以前遐可能是一个迄个有水的池，有水的所在。后来迄个就变做人个变做怎啊空水泥地甲空起来。啊，等于开始拄着惊吓的时。伊乱去头前迄群乱去方向乱去的时，啊，规个落去，想讲迄个是迄个你知影讲对面顶咧飞，迄个水泥地若完后反光，想讲迄是水，啊，毋知影就想讲就落落去，啊，头前落去后壁安怎倒一直直落去，所以这是一个咱咧讲，这拢是一个集体的生物，人嘛是一个集体的存在。那安尼来讲，这个集体，这个群体到底要行对健康去，要行对安全去，有法度真正亲像咱受调信仰是一个受调的一群人，伫耶稣基督的名受调，这个生命受赎回，然后这个人真正会当真安然对地上行到伫上帝国的面前去啊无？这个旅程是这几若10年的旅程，真正会当通过这个信仰。会引带，甲咱带到平安，带到上帝的主家啊无？我想这个群体，这个领导者都非常要紧。要讲阿面无？呀，所以请伫这个遮，今日我甲咱三个来思考，上面是讲，咱需要培育好的领导者。啊，迄个领导者毋是你的才调，毋是你的咬嘴咬讲话，毋是干那你有热情，毋是。迄个领导者对头到尾，咱若看到圣经，规个圣经内面伫咧讲好的王甲歹的王，干那一项。即个王有遵守上帝的诫命啊无？干那安尼尔。所以伫咱的中间，咱无期待讲是一个圣人。伫基督的群体内面，咱无期待每一个人是圣人。我会犯错，我有我的软正，我有我的脾气，我有我的软弱，我有同款，你嘛有。所以伫咱的中间，咱干那直直咧培养听，听若丰富，我会当，我若真正听你，我会当包容你的软正。我若真正咧关心你的性命，你的性命，你的属灵的性命，我会去体贴。会去包容，会去亲近，会去造就虔诚，然后陪你慢慢去行过。我想，伫信仰的团体，咱就是咧建立这个真正若有存在，咱逐个人的信仰态度，若会当伫这个内面来得到培养，毋免惊讲咱人少，内面若有听的所在，就会直直互做人有羡慕，就会直直入来。所以伫这个遮。一个水的团体，属灵水的团体，毋是偌济牛人伫遐。迄个甲牛、甲经济拢无关系，干那咧讲，咱有基督，这个信仰，这个是逐个人的心会当相同，然后有一个共同的意向，这个信仰的意向会当成做咱共同的遵守啊无 ？OK， 所以教会属灵的领导者。伫遮真要紧，咱伫咧受培养。基督教会的领导者、属灵的领导者，第一，咱确实要带人，咱伫咧努力家己遵守以外，咱要带一群人确实来遵守上帝的话。那安尼上帝的话变做咱的一个共同遵守的，比宪法更较悬的一个准则。上帝的话。诚做咱骹前的灯，诚做咱路上的光，伫咧带咱。这诗人代表伫咧讲，你的公义的典章，你公义的律法，我捌
启示遵守。这个启示吼，咱的话安怎讲？华语讲启示，咱台湾话咧，咒抓 ，OK 哦。咱台湾咧讲咒抓，伫咱长老教会，咱是讲誓约，对无 ？OK， 誓约。所以咱是一个誓约的百姓，咱是甲上帝立约的，而且咱甲上帝立约的时，咱拢真谦卑，无论你咧衰礼的时，拢都受要求讲，你都要弃旧换新，你都要反悔认罪，认你的罪，告别你是一个罪人，伫耶稣基督的内面。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需要伊的保护来洗清我，然后我欢喜伫遮，伫正人甲上帝面前，甲主立约，我要成做伊上帝的百姓，我要成做一个基督徒对耶稣基督的脚步。OK， 这讲誓约，誓约做执事誓约，做同工誓约，特别是誓约做长老誓约，做牧师，但迄个誓约。到即仔咱还有咧守啊无？你若看一般的世俗人吼，一般的世俗人 ，OK， 有当时你咧甲人传福音，请伊来信主，伊嘛知影教会真好，伊知影讲即个信仰是真好，然后伊嘛甲咱伫咱的中间一段真长的时间，到尾你要邀请伊来洗礼，成做基督徒，伊讲足失礼，是安怎失礼？伊讲歹势，牧师。我细汉的时候，已经互阮爸爸妈妈带去庙呢，做倒一个神明的客囝，有咒抓啦，有无？恁捌听过这无？有啦吼。我细汉的时，爸爸妈妈已经带我去庙呢，做济公，做什么人的客囝，阮已经咒抓了啦。那一贯道的人，我已经咒抓了啦。我若背我的抓背咒，这个五类砍定，迄受真大影响。真侪人因为有咒抓过，伊就毋敢背记。但是若伫咧反省的时，咱真侪时咱拢基督徒，就是婚姻也好，咱拢誓约了，誓约本身就是咒抓。咱伫教会有真侪职务，咱嘛咒抓。有当时咱咒抓了看都袂做，甲什么人意见无共，我等下我袂见啊，我袂见做啊！拜托你毋是甲即个人呢，你是伫上帝面前甲上帝咒抓呢？我想即个是咧，我想咱若要做一个领导者，当者毋是干那讲咧讲长老甲牧师。有当时我要代表这牧师，甲逐个人代表教会，代表甲逐个人会师咧。无拄牧师都拢会照伊所誓约的去行，同意吗？所以毋是逐个牧师，互咱会感觉讲，有当时嘛会互咱艰苦心，只原来提醒做长老的嘛同款。所以逐个人拢爱伫上帝的话，家己本身来遵守上帝的话，然后要带会友会众逐个来遵守上帝的话。拢毋是人，来到遮毋是人。上帝的话就是活命的话，上帝的话会当帮助咱做真光，甲咱带到伫永生上帝的国度遐去。上帝的话永远袂错误，咱都敢若直直对伊行。所以遵守上帝的话，迄是咱共同的宪法、共同的誓约，甲共同的影响方向。所以伫即个遮毋是咧听，拜托，毋通敢若听牧师的话哦。OK， 世间偌侪大间的教会的牧师，带到尾啊，家己对落规个教会拢放弃，有即款的教会无？水晶教堂就是啊，新加坡的教会啊，韩国的教会啊，哪大间的教会到尾啊拢会做大。所以我家己本身我真惊，因为人真软正，什么人有法度去handle遐大的一个群体甲财务，到尾啊拢会家己。人就是人，人有需要就是有需要，所以伫咱的教会内面，伫长老教会内面绝对无大牧师，无迄名目，无。颠倒若是哪有内涵的，伊爱知影讲，我只是上帝路帮那定，无人会去接受什么的大牧师。有一日我
我顶厝倒转来，我去摸一间台湾人的教会做礼拜，即个行到遐，因无拍算我会去，就伫遐伫咧招待。哦，温哥华的大牧师来啊！温哥华的大牧师来。我想咱咧真细腻遮的代志，特别伫即个遮咧讲，咱逐人伫咧受带人来到伫上帝面前来遵守上帝的话、照伊的话去行。遮咧讲誓约、咒詛，讲我捌安尼誓约尊叹，讲我会去尊叹，然后尾啊迄句讲，我的确要照安尼去行，我的确要照安尼去行，要讲阿免无？我想这是咱今日来做礼拜一个真要紧。咱拢捌安尼咒詛，咱拢捌安尼誓约，然后咱的余命，逐个人照安尼来行。你毋免去烦恼，你会去得失着牧师，得失着什么长老，你毋免去烦恼的。你爱惊的是你去得失着上帝的话，要阿免无？我想这是咱共同的遵守。第二。做一个基督教会的领导者，咱真要紧，就要带这个会众来学耶稣，学耶稣的脚步，学耶稣的性命。伊怎样互青面的看见，互败跤的行路，怎样体贴软正软弱的人，伫所有受伤的人的面前，伊拢停脚。我想每一个基督徒若会当伫遮，当然咧讲基督徒安怎讲到遮的任职者。逐个人若会当学耶稣，然后伫遐受伤、孤独、惊吓、不安的人的面前，你小可停脚，我会当为着你做啥物？你小可陪一下，你一世人绝对会当带真侪人、影响真侪人来信无基督，绝对是安尼。惊了是咱敢若顾家己，顾家己。耶稣讲：“我是好的牧者，我是。”迄是真清楚 ，I am， 我是。即摆问题是讲，咱是耶稣学生，咱的对伊，咱敢讲我是吗？是啦，主啊，我无完全，但是我是，因为我尽力伫咧军队里，我尽力咧军队里，我嘛是尽力伫咧亲像耶稣，我是好牧者为羊，好牧者为羊放杀性命，所以迄个为他人、为他者放杀。安尼是牺牲我家己，牺牲我的无方便，牺牲我的所有一切，我肯，因为我咧学我的主的款式。耶稣讲：既然劳苦背重重的，通来就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。我的心温柔谦顺，恁若来背我的担，学我的款，恁嘛会当得到安息。OK， 注意哦。什么人会当伫耶稣的内面 ，in Christ， 真正会当得到一个平静安宁的心智，温柔谦顺。任何人若要真正会当进入迄个安息的祝福，一个性情一定要学。每一个人，咱做一个基督徒，温柔谦顺。伫人的面前，甲人三甲伫咧互动的时，毋通袂记得即个德行，温柔、谦顺。即款的人会互相对话，会当有讨论。咱会讲差异，团体就是拢有差异。你甲我翁仔某拢有差异。咱甲咱的囝所做的嘛，毋是咱拢爱。有一寡囝所做的，互咱欢喜；有一寡囝交读册、交趁钱；伊有一寡囝，互咱无通好看路。伊家己做啊真好，伊是咱的乖囝，真好。但是毋知有感觉无？咱用上侪时间的拢是伫遐，也无要读册，也无要。遐的囝咱上操心，用上侪时间。不过，亲爱的朋友，你若是一个好的领导者，家庭的领导者，你要记得 call in。因为着遐个哪无好势，你付出哪多，啊！你搁哭，直直哭，用信仰、用基督的心做心来哭，这个才是好牧者，伊拢偏偏是你的囝，我有时直直做到互浪子回头，然后因对这个老母，因对这个老爸，因对这个苦的，真正心感激，对因来看。
我真正有看到耶稣，是伫我的爸爸，是伫我的妈妈，是伫我教会的长老，是伫我教会倒一个执事同工，真正伫因的身上，我有拄着耶稣，因为因亲像安尼来款待我。伫我无听话，伫我走出来外口调我南山去洗时，因真正替我祈祷，然后佫会送一个什么物件来我厝，然后无对我讲声，无甲我责备声，然后敢若伫咧讲你好无？我替你祈祷啊，你好无？我会当为你做甚物？我想伫人群的中间，伤痕伤痕累累一堆，总是做牧者的，就是安尼直直哭，直直哭。所以伫即个遮，一个好的父母绝对无伫外口直直咧讲斗，阮囝偌歹，阮囝偌歹。一个好的牧者伫教会内面，牧者嘛，我咧讲牧者是你，每一个你拢是，因为你代表耶稣。所以你若是耶稣的学生，你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好牧者，伫咧照顾你身边、陪伴你身边软弱软弱的人。你若是好牧者，就袂伫别人的面前私下伫咧讲，即个人偌歹，迄个人偌歹，拢，因为咱是好牧者，家己本身伫咧学耶稣，佮带人来学耶稣，佮照安尼，咱规个礼拜来，咱拢伫咧讲，耶稣讲，你若听我，就遵趁我的啥？命令，你若听我，就遵趁我的命令。我望咱是一个真正是听主耶稣的人，咱家己来遵守耶稣的命令。耶稣的命令上水的是，你着真心真性真来真听主你的上帝，听上帝，搁着听厝边亲像听你家己。所以你家己嘛都爱听，但是毋是干那自私的听，咱都爱听家己，互家己身心会当平衡。然后咱完了，同时咱都爱用这个听家己的心来听咱身边软弱软弱的每一个人。所以伫教会内面，咱望，敢若有两种的人，一个是领导者，你若是受托成做一个某一个代志、某一个事工的领导者，那你就甲迄个领导的工课做好，因为你咧带正人咧地，毋通带歪去，亲像拄则迄个海翁，也是咧鸟仔群。规群缀你走，结果带到尾啊，规个教会放弃，带到尾啊，你说行到怎拢无路去，叫阮放伫遮要安怎？带到尾啊，说即群甲迄群搁咧冤家，顶礼拜咱伫咧讲，你属阿波罗，你属保罗，你属彼得，拢到尾啊，说属来属去，无，咱拢无，咱拢是属啥？咱拢属耶稣尔。伫咱即个遮，咱拢讲，无论一群，迄拢自然存在。西北阮一群对，迄种自然拢较有机会斗阵嘛。但是无论你倒一群，带到尾拢爱带来伫耶稣基督。我伫台湾拄着一个真苦痛，有人有长老足热心，安尼带查经，教会明明伫咧有查经，拢无带来教会，拢带伫因兜，拢伫因兜查经，所以伊也无来做长老，也无来教会查经。嘛袂来教会查经，拢甲人带遐。后来甲教会小会有一寡无共款的意见，迄群人全拢带迄群人来甲教会冤家。长老的中间，佫毋是干那一个，也有其他的长老，佫伫因兜伫咧聚会。安怎讲拢讲袂听，讲迄是因的传统。阮做牧师诚艰苦嘛。阮去的是，即个长老也是早前就选起，迄个长老也早前就选起即个将拢一群，到底请我来做牧师已经拢一群，拢早就伫遐讲，这是阮的传统，当系啊，我安怎去甲遮整合起来讲拢袂讲的，袂整合的遐就出代志了。然后当咱咧讲的时，咱咧看到耶稣讲，我是好牧者，我的羊听我的声，注意哦，我的羊听我的声。法利赛人虽然甲耶稣同一个天平，法利赛人会听耶稣的声无？无，所以真清楚。法利赛人虽然真敬虔，但是法利赛人袂听耶稣的声。祭司利未袂听耶稣的声，所以真清楚，因拢毋是耶稣的羊。到尾因甲耶稣就定死了。因若热心看耶稣是哪亵渎上帝，
啊，这有灾难啊无？这信仰团体中间足大的灾难伫遮。所以，咱真正若是属伫主，咱就干那这本圣经上帝的话。上帝讲：世间人啊，我已经甲恁显明什么是我所爱。上帝所爱的就是啥？行公义、好人民、存谦卑的心，甲你的上帝相同行，甲上帝相同行。什么叫做甲上帝相同行？就是照主旨意行，照上帝的旨意行。所以，逐个人拢无我。所以，对牧师才出来，拢会当讨论。但是有一项，我敢若要求2个时间听我静听。第一，我若咧讲道的时；第二，我咧主持会议的时，尊重，敢若安尼。剩的时间，我几乎拢会听你的话。剩的时间，我拢会听你的话。剩的时间，只要教会有无共款的长老伫咧执行无共款的事工，你叫我创啥，我绝对讲 yes sir。因为我爱做一个，我对照讲，教会内面的生活敢若2种，一个是你是一个 leader， 啊，你着好好带。爱保证你带的是带阮到伫上帝遐去，毋通甲阮带歪去。第二，领导者，咱若毋是领导者，伫即个时间点，咱若毋是领导者，我就是一个 follow， 我就是缀你。但是缀咱佫毋是亲像迄个海岸甲迄群鸟啊，盲目的跟随。基督徒毋是盲目的跟随，因为咱嘛拢有一个领袖。所以头前咧带即个人。到底带了对毋对？伊的私生活，伊伫离开礼拜堂以外，伊咧带到底有照圣经、有信仰的基础啊无？咱家己拢有一个领袖，人该祭司，咱有一个。所以伫即个遮，只要你带若对，为着圣工，我拢听，我拢服从。你敢若甲我讲，我想伫咱即遮若有熟悉我的。迄个无论啥人，恁来讲，牧师，敢会当请你即个办怎？牧师，你即个办公室，敢我会当，我需要啥？我拢讲 yes， 我马上就，我会当创啥？我拢伫遐，我拢变。我想这是咱做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学习的态度。若是你咧带，请你甲带好；若无，请你就斗阵来，咱咧敬人，咱帮忙少年人伫咧发，啊，咱甲敬，对少年人有鼓励，因为。新的团体爱需要少年人起来受培养做领导者。有当时啊，一寡资深的人伫咧甲咱带，咱嘛莫甲笑。即个年纪也佫轻出来使，咱就是依法，咱就行。虽然包括咱来讲，敬爱是大人，厝内的人迄个8、9、10啊，当时啊无啥头脑，无啥清楚，伊讲的话，咱嘛尽量爱听就爱听，因为咱咧听伊就欢喜。咱甲是协助，伊就欢喜。我想教会基督教会内面就是安尼。耶稣讲：我的羊听我的声，无听我的声，完全都无属于伊。讲尾后遐讲，因也安怎？有这个人毋若听我的声，佫跟地我。所以这是咱的信仰哦。照一个故事。我无拍算昨昏，我伫咧听一个演讲的时，伊嘛佫讲到即个，有一个英国的军人，伊拢伫寒带的中间，久长的服侍拢伫寒带的中间，所以伊对迄个寒带的生活，伊真有把握。然后伊有一摆，伊就带一群人。伊甲英国的政府申请一个计划案，伊要带一群人去登陆南极迄个上南极点，然后毋但要成功去登陆，伊要成做世界这个地球的中间第一个去南极插旗的一个英国的军官。啊，因为真有经验，然后伫即个沿路，因为因去到遐的时。中央若有拄到一寡较特别的物件，因会甲采集，然后倒转来献互国家，互国家会当做一寡研究样本，还是啥物物件 ？OK， 所以国家有甲因支持，我爱都训练一群人，然后迄个伫挪威遐嘛有一群人
听到讲英国遐有一个人 Robert Scott， 因有即个计划，原本因嘛有一个计划，然后因互相知影即样代志，因着时间就切到差不多，然后共同就是要去看啥人大声去伫迄个拦截点去插旗，啥物人 ？OK， 时间拢调整，伊找因伫一个拢伫咧准备因家己 OK， 时间到因就出发去啦。1911年11月，即两队对无共款的所在出发。即个 Robert Scott 因为是英国的军人出身，久长拢伫寒带的中间，伫咧做各种的操练，所以伊即队呢，伊用伊过去的经验甲训练，伊即队采取一项就是讲伊带一寡。因所有的人的装备是穿迄个英国迄个军人迄个大毛衣，规个拢有真侪的装备，但是咧外口迄个御寒的衫是迄个英国的迄个军人上厚的衫，上会当御寒的衫，然后就狗啦，有一寡重的装备啦，东西 OK 就出去当伊11月。1911年11月因出发，12月17，因去到正月17，伊个过当年的迄个正月17，因去到迄个拦截点的时，因才发觉讲，迄个国旗已经挪威迄队已经炸因几十天，炸到伫遐插旗了。我就受到真大的打击，想讲，阮的装备、阮的训练、阮的速度，透人的，佫比阮佫较紧，而且加遐久，因已经插旗，佫伫遐留一寡因的思虑伫遐，就真实际迄个已经经过遐久，所以因伫遐我若甲遮插旗了，一寡因我留一寡资料了，因就回程。即摆问题来了，因回程的中间有人。脚崴着，为着迄个一个人脚崴着，因规群的速度大就慢去。到尾即个就放弃，因就佫继续行。佫规工了后，佫有人佫意外骹佫支去。我为着这佫牵着，因的装备拢是重装备，衫拢真厚，所以行动就真慢，风势真大。迄个较支去的迄个负责的迄个，伊就往那甲因留一句话，我会出去一个，时间可能会真久，我出去然后无转来，因伫遐等几若工，等无人，因就佫不一定佫继续行。等于伫着回程的中间，到一个阶段，拄着真大的暴风雪，因规个船拢去陷伫迄个帐篷的内面，无法当出去。到尾因的计划超出因的计划。因食物无够，一切遮装备无够，就规个陷死伫遐，规群装死，即群出去的装死。这伫历史的中间是一个真悲壮的一个悲壮的故事。因真有勇敢，真有热诚，但是这是全妹团妹，伫即个迄个。Scott 即个英国队全灭。咱来看另外即个挪威，挪威集团是伫一个阿姆森的领导的下面。即个人真趣味，伊拢无要用现代人的物件。挪威是伫北极，伊完全去学Inuit，这是咱北极的原住民。伊用因咧穿的衫，伊用因所有因咧用的物件，然后伊的工具敢若一项，拢是咧拖死的狗，几百只的狗。伊咧想讲，伫雪地，什么重装备，什么拢无效。这是迄个这个阿姆森伊的看法。伊采取的完全是去学原住民一切，所以敢若用狗。然后用原住民的清茶甲食食，然后伊
就怎安尼出去？到最后，因规群提早到位，然后规群拢安全，无一个失落因的性命。文顺伊最后转来，然后另外迄队怎无消息去？伊家己咧讲一项，伊变做换即个挪威即队，伊是摕到全世界第一个伫篮球店插旗的人。伊敢若讲一项，阮采取用原住民的方式，学原住民的文化、价值、生活，面对恶劣环境的变化，阮拢学因。因为这是一个领导者的决策，伊无固执。伊为着要互任务完成，爱顾着规群的人的性命，毋若达成目标，佮顾着规群的完整。伊讲我敢若轻、紧，佮啥？简单、轻、紧、简单，然后迄个伊是安怎大量用到？万一若时间叫前去，天气的大变化，遐个狗伫说的中间，因本身这个狗就是一个适应环境的，因拢伫迄就是因的环境，看到说因会欢喜。万一若真正时间无照时间倒转来，因会当抬狗来食。狗本身的帮忙因，佫会当诚做维持性命。然后若皮革有因拢是皮革，轻、御寒。若万一按怎样，遐狗的皮会当佫帮衬因，若卡出倒位歹去倒位，狗的皮也毋若互因会当食，也佫会当互因供给因的皮料。然后到最后，伊讲，阮亲像因为的人的生活一样，所以阮全部安然转来到目的地。领导者咧决定一个方向策略。然后要安怎顾着全群，要安怎顾迄个规个生命的内面，拢爱有迄个全群，顾着全群的安全、全群的稳定。所以，若安尼来讲，我拄则讲，无论是伫家庭、是社团、是公司、是教会、是国家，我想，若要做一个好的领导者，伫信仰的领导者，对带人家己本身。用信仰做咱的准绳，嘛带人来遵守上帝的话。以外一个好的领导者，则讲 I can be humility， 爱可教导的领导者本身。咱若要做一个好的领导，咱的过去有咱的特色，有咱过去的人生，咱有学着真侪别人无的。总是这个好的领导者，伊佫继续 educable， 是可以被教导，家己本身真肯佫学，佫领受，互人教。我想这个然后爱是一个罗卜 servant leadership， 伫基督内面的领导者，还是讲公司团体的领导者，毋是干那。徛踮遐悬悬伫咧化东化西，真正爱诚做一个萝卜。耶稣讲：我做恁的主，还佫甲恁洗骹。恁任何人若要做人的主，恁都爱亲像萝卜一般。所以咱咧讲公仆，其实公仆对2000年前耶稣讲的啊。所以任何一个好领导者，伊拢爱有迄个做萝卜的即个态度甲心境 ，integrity。是就是是，要有诚信。拄则讲誓约的物件，你着照安尼去行。主啊，我要照我的誓约去行，诚信。是就是是，然后无伫后壁讲一寡似是而非的物件，哪敢若是总是事实，佮甲事实佮差真多。但做领导者绝对袂当伫群的中间讲一寡些甲事实无下伫事实的话，会互团体乱起来。然后讲阿加贝 love， 有迄个基督的听、上帝的听，来听遐个软正软弱的，然后甲即个斗起做性命，才最后讲即个好的领导者，
还有即个 team building， 还有迄个所做拢是为着，互即个群体更较勇壮、更较健全、更较互上帝欢喜。所以我想，你我咱拢是领导者，无论你是甚物人，来到伫即间教会，我想伫遮咱就是家庭内面的人。拜托，每一个人伫遮拢伫咧学即个信仰的成长。然后，咱甲即个伫遮所听到、学到，搁较带转你的教会，带转你的团契，带转你的社会团体，伫遐成做一个好的领导者。我想，即个是咱愿望，最后我真请咱伫祈祷的中间，爱替台湾来祈祷。台湾的领导者要紧啊无？伫即个时间点，你看，敢若日本的首相2个月前，人啊，搁看讲即个日本的首相高市什么早苗，高市早苗，2个月前，人啊，搁非常不看好他，无拍算，今仔日要规个日本全为着伊，然后亚洲的安全为着伊，规个变过来一个人 ，OK 哦。台湾的命运，咱若将台湾交伫伊什么？迄个韩国瑜，咱若将台湾的领导者、台湾的命运交互韩国瑜，台湾的命运交互傅昆萁，台湾的命运交互郑丽文。咱看做无可能。你啥人会去想到韩国瑜今仔日会去坐伫迄个位？从罢免的市长，他会去马上就去坐伫迄个位。所以咱爱真正爱为着台湾祈祷。OK， 美国甲台湾的距离是偌远还是偌近？在伫领导者。中国会偌济人成功入来内面，台湾内面最失败、最破坏的人。在伫领导者，我想我有机会甲规个，我到即个为止，敢若2个总统无握着手，蒋介石我无握着手，马英九我无握着手，剩的只有我拢握过。你知影讲这？无共款的人，若徛伫咱的国家的位，你看台湾这个命运会变安怎？所以我想，咱都要替台湾祈祷。咱愿望咱的国家台湾。咱嘛爱愿望替咱教会拄长老选起来，咱嘛爱替咱的长老祈祷。若正做咱教会长老，无论什么人，无论年纪大还是细，因若伫咧甲咱邀请，咱就讲是，我来，好，我来。因为这是要互因伫咧做，是伫咧做公工的人，伫咱中间伫咧做劳动，伫咧甲咱苦的人，互因有一种的自信，互因有一种的鼓励甲肯定。然后这个人要做一个好的领导者，嘛毋是亲像 Scott 根据伊过去的经验，就全安尼直直要杀，别人安怎的苦劝拢毋听，伊就是有一套伊的看法。No， 做领导者要做一个好的领导者，不断伫信仰来学。伫信仰来操练，伫人格来操练，拄则咧讲遐有几种，至少有6种。我敢若简单提出，我感觉迄真要紧，拢是为着群体，毋是为着个人的主张。然后大家带大家斗阵来，愿主保守咱，愿主的神看教咱，咱嘛谦卑来学，伫谦卑的中间，咱才会成长。然后伫协调的中间，咱的差异会当变做共同的资源。拄则我有接到一个消息是正月初3，某人牧师爱我伫咱的中间带一寡教会服侍者、教会同工的一个训练座谈。我嘛爱抱歉，这间教会虽然是咱的母会小会。伫我的年代来设立，但是我一个到即句为止，我拢也无甲咱的长老讲着话。我讲集体的长老拢也无讲着话，搁较无进入迄个训练。
所以最人，我想咱也有一个迄个蒙个牧师，听讲蒙牧师即马甲小会讲了，时间大概后礼拜周报应该会出来是吗？正月初3，咱若会当，若是做同工的，无一定是爱名。有一寡人，我咧服侍，我服侍就好，我服侍毋免名，感谢主。有名的你的确都爱出来，无名的无名英雄你嘛都爱来。咱逐个人伫信仰的内面，逐个人三甲来讨论，来互相要安怎样扮演咱的角色，互这个圣会更较水，安尼咁好。咱三甲来祈祷，愿主的神带领阮，愿主的神成做阮的光，成做阮的引带。愿你的话是阮骹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愿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永远就是阮生命的源头，带阮到伫永生的所在。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